好，来继续来看新北市三重埔有一间补习班，实在是震撼，竟然是甲8个学生啊潜入一台客停车，严重来超载。唔那安尼哦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补习班的人员佫动手来拍囡仔。补习班已经来承认讲有超载，若拍囡仔的部分等咧调查。若真正有甲人拍囡仔，上当罚款60万。 一群小朋友徛伫咧客停车的边仔，准备要来上车。伫咧过程内底，补习班的人员雄雄出手，甲其中一个查甫囡仔甲拍落。上界离谱的是，算算的总共有8人，严格全部拢要客去咧共一台车。危险啊，危险性、安全问题都有交通公车，或是他们自己请的，很少看到，应该是临时状况吧。我当然很担心啊，如果是自己的小孩，你也会担心啊。 附近的民众将影片翕落来，放伫咧网络顶悬来野了。伫咧新北市三重埔看到路边竟然有8个小朋友，甲一个穿英语补习班制服的阿姨，等待要做伙坐一台客停车。遮尔侪人骑一台车，安全就已经是一个大问题，连安全带拢无够下，更加毋免想讲车内也有空间放移动的座椅，完全是无要甲别人囡仔的人命当作是一回事。了解中，然后我们如果有就是发现，如果真的是 老师他的不当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进行相对应的惩处。补习班承认有超载，调查了后，卖照规定来处罚。对此，新北市教育局就来回应，本案会请负责人依法来通报，请这个人员暂时离开职务，等待调查，慢慢向学生的家长来回实的。疑似补习班老师那拍打学生头部的行为，那本分局将通知业者到派出所说明，若有不当管教的行为那 将转报教育局裁处。相关的单位介入来调查，第一违规超载会以道高的条例，相关批罚98000块。拍学生的部分，若是查证符合事实，会犯2小罚，相关一旦罚60万。家长送囡仔到补习班是希望比别人更较有竞争力，煞想袂到，互心肝宝贝受了委屈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